有风声讲，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要发起改选党团干部人数，有立委讲已经签署啊，也那郭建民本人是无加回应。行政院内阁改组，倒应台今带新团队公开出现，为副部长换赵宗良，也那头一任的体育部长是奥运金牌李勇。台北市交通局宣布9月13会甲公馆医院拆掉公车地下道囤起来，在地居民也烦恼讲会有交通的黑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杯盐新闻》，我是嘉豪。可是大罢免了后呢，民进党内拢认为这问题是出自咧党团总调郭建民。赖总统也表态讲，这党团改选较符合社会期待。就风声讲，这党秘书长徐国勇要发起改选党团干部联署书，包括着立委郭国文、王世坚也拢有证实，也拢讲因已经签联署啊。那郭建民本人呢是无加做回应。罢免落幕，立营甲箭头击向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党秘书长徐国勇，阁想要发起立委联署，全面改选党团干部。总统赖清德嘛亲身表态。那现在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正进行内阁的改组，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党团做改选，我相信会更符合社会的期待。根据了解，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27暗时亲身拜访郭建民，希望伊主动让步。不过郭建民敢若回应，这个时阵愈讲会愈火。我还报告预算的我只能讲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郭建民是民进党创党党员之一，也是立法院上资深的立法委员，为1993年到今已经连任10届，伫国会拼30多年。罢免失利了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6长陆续表态无属任负责。立委王义川嘛提出是政策会执行长。伫王义川请辞了后，民进党团干部7长敢若剩总调郭建民。那你会签吗？我已经签了。拿到联署书啊，我也签了。最后的温柔是永不止息了。要竞选高雄市长的立委赖水龙嘛表态支持党团改选，暗过立委林岱华27暗时颠倒发声明表态无参与任何针对性的联署，强调检讨应该为家己做起，何必怪郭总调。我现在还没有收到这样子的联署啊，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文件。那我尊重大家的一些意见的表达。那确实没有人来跟我提及这个联署，也没有人拿来给我签不签。那是不是甲其他立委同款签署？吴思瑶表示应该无人敢提予伊，因为是党团7长甲郭建民做伙作战这么久。不过嘛强调，51个立委大家拢有责任，爱党团透过改造更较强、更较好。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启动内阁改组，今仔日呢，这行政院长杜英泰带头 AI 行动内阁2.0的新团队正式来公开。那总统赖清德就表示讲，这届内阁改组有用少年人重视专业和重视经验这3个特色，也会有经济发展优先、民生优先、青年优先，也有弱势优先这4大目标。行政院长杜英泰甲行政阁员拢出来，内阁改组的新队形正式公开。我会要求未来所有的内阁团队要加速行动，积极认识，要有感施政，而且要我本身做起。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回应给国人，在这段时间对整个执政团队所有的指教。党团执政团队用上紧的速度整顿，为强化会议协调，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春涵接政议秘书长创史上上少年纪录。我都是直接切入主题，解决问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为我相信，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面对美国关税挑战，财经部会接受竞选，由政议秘书长龚明鑫转任经济部长。经济部永远跟这些产业站在一起。我相信，这一次我们跟中小微企业还有传统产业，一定也可以度过挑战。政策的执行将仰赖国发会发挥跨部会横向协调以及绩效管考的角色。由处长升任作为部长的林义敬，并希望对打造高科技产业有帮助。我们希望台湾的这些数位产业在帮我们解决各项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能赚到大钱。
但是不要为我们制造出新的问题，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另外，有两位运动员入阁加做焦点，两届奥运羽球金牌女雄加做运动部第一任部长，暗个人无伫国内无来，有假日回到唱名会争执棒球星，但其现是叫冠名会副主委。第一次当公务人员，我现在说话是比较谨言慎行了。第一句话是为原住民找工作，为我们运动人员培养起来跨部位的合作。不过，在野党地会指出，这摆内阁改组16人，不过缺少亮点，批评加拿大小部会内底大风吹。杜英台回应政府已经尽力调整，希望各界核心团队一寡时间。总统罗清德也为2.0内阁使经济发展、民生、青年弱势优先的4大目标，希望未来施政更加接近民意。记者综合报道。虽然9月初一接上任，不过新的卫福部长赵忠良下晡就甲媒体宣布新的政策方向，表示上任了后会来先来处理掉美国新药品关税冲击，也个急诊伤过头护理师离职等问题，也强调在照这财务去推算，明年健保安全准备金要有1个月以上，明年健保费起价几率是正低。行政院长杜英台2早起正式公布新内阁的人事案，准卫福部长赵忠良下晡就和媒体会面，宣布未来政策的方向和挑战。赵忠良讲，上任了第一个挑战就是面对美国新药品关税冲击，因会甲各地专利期内药品搬销，而且鼓励输入来使用合并药啊，强化药品的韧性。最脆弱的部分就是那一些还在专利期的进口药，那个是我们最脆弱。风险来讲它是最脆弱的，因为它的替代性不高。另外，面对急诊人伤济拢塌伫遐的问题，赵忠良讲会参考国外的制度，伫急诊人伤济病院附近建立假日急诊中心，专门收轻症的患者，避免轻症的患者冲击大病院的急诊，落实分级医疗。从今年底开始做外伤的处理，还有就是小孩子儿科的问题啊，一定要能够处理这一些来做分流。因为赵忠良资料是真完整，过去嘛是台大病院急诊的医师，正够沟通解决问题，医界表达支持，护理界和医界团体嘛希望赵忠良上任了后，会当听到基层护理界的声音。3班互并比入法，请快速在2026年可以执行。再来一个是合理的工时跟工资，加班费一定要给我们。现行无论从一线崩溃的劳动困境、健保支付改革，到这个终结性暴力的包庇体系，样样都是刻不容缓的挑战。赵忠良强调讲，这嘛是社会化、少惊字化，民众对护理的需求会更加多元。上任了，也邀请护理团体来开会，做伙讨论安怎因应相关策略。另外，健保费率敢要调起，伊表示讲会对开源和节流2方面来拍拼，而且照财务的估算，每年的健保安全准备金有到1个月以上，每年调起保费的几率是正低。记者综合报道。摕到2届奥运金牌李用来做这运动部长，体育界人士是拢真期待。不过是有专家认为讲，这体育部整体人数和安排拢无达到晚会效果，这组织也拢无改变。因也讲，因会继续监督。行政院杜英台带新任阁员出来，上互大家注意的新任运动部长李勇，因为无伫台湾，并无出现。不过前一天，伊已经伫面册专业答问，这是新的旅程，初心无变，提出6大重点。前女篮国手退役了后，捌担任体育会副主委的钱伟官，伊讲，大部分体育人拢会肯定，家己对全面体育的落实有期待。下面的底层的母数是很广的，你很自然，你走到竞技体育的那个精英制的时候，那个当然选择性就会变多啊。李勇大部分强调，家己袂一个人拼，会相信专业甲团队治理。伊的助手2个正处分别是现任体育署长田世忠、文教中心执行长黄启宏，常务处长是现任体育署副署长洪志聪。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之下，由李阳部长来带领我们3位次长以及全民署的署长，把它打造健康台湾以及健康国民这样的一个愿景。田世忠讲，绝对的尽全力未变地下部长。不过，台湾脚球发展协会理事长赵明锦伊讲，除了部长，运动部整体人数无得到晚会的效果，而且组织分工新增加的适应运动师，其他的单位甲原来体育署拢同款，长期累积的思想，敢有遐好改变？他有没有一个新的想象？例如说，你是不是要推动
台湾的俱乐部的运动文化，或者是把像适应体育或者是高龄运动这些东西，把它纳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里面，他们做事情当然很容易上手，没有问题。有时候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转换说好，现在运动部是一个要革新的单位，那守成跟革新，大家都知道那又是两回事。赵边进讲对李勇担任部长无疑虑，也期待有新的改革动力。不过就目前来看，运动部只是体育署加一个，伊甲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碧君共同声明，袂使无顾良心地讲，运动部成立了后，咱台湾的运动未来就会真好。其实未来挑战早当要开始，未停止监督甲批评。记者采访报道。菲律宾一大新创园区的昨呢，因社群顶头是有大文，讲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带团在当地参加活动，也因为台湾和菲律宾无邦交引起讨论。菲律宾表示讲无清楚讲这林佳龙敢是伫咧菲律宾，毋过有台湾经贸考察团等咧菲律宾访问。咱的外交部就表示，这团是农业部带台美企业去到菲律宾考察投资和贸易的环境。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那个部长现在是不是去菲律宾访问？访问到外交部长林佳龙敢当伫菲律宾出任务，处长吴志忠是笑甲真神秘，因为前一天回国一个创新园区的社群大文，内面看到林佳龙当带团伫当地参加活动，因为台菲并无邦交，引起外界讨论甲真热。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参议员大姊艾米马可斯，就讲这个访团真有争议性，烦恼影响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I believe it's the presence of the rather controversial independence advocate, Lin Chia-lung, who accompanies the Taiwan delegation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called foreign minister. This is a business delegation. We have no direct knowledge if this person is here. 菲律宾的外长今日证实讲，有一个台湾的经贸考察团当地菲国台访问，日要讨论一种政策议题。听证会顶悬是指出讲，菲国无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但是强调两岸的议题按两岸的人民来解决。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否率团访问菲律宾？外交部目前没有评论。咱国的外交部嘛正低调表示讲，这团是农业部处长、国营协会长和美台农业协会做伙组成，去菲律宾考察投资和贸易环境，相信是对能够推进台菲经济走廊各项合作计划，落实台美做伙伫第三地开发的目标有帮助。台菲关系其实有很多面向，那不是只有经济上，在很多跟发展、跟社会，还有甚至广义的安全上。都有很多的合作。学者对台菲关系的发展态度是真正向。其实小马可斯上任以来，双边关系是愈来愈密。菲律宾今年4月是放宽台菲政府官员交流的限制，除了政府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外，菲国的官员都会当提一般护照访台，卖当接待台湾的经贸投资访团。另外，小马可斯伫8月初嘛捌表态，讲若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无法度当作无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寮昨发生一桩死亡车祸，一个民众骑奥多摆，骑伫咧88快速道路下骹的车路，想袂到顶头呢，煞落一块阿摩土角落来，伊奥多摆搞着人就安尼死喷出去，落尾送病院了后，油管救无倒来。公路局到现场会勘，讲是这桥面春桥旁的挂歹去，才会造成意外。阿蒙土架位天顶落到连接高平的188管道顶面，几分钟了后，现场的查甫人骑车经过时搞着，几个人甲车摔出去，送病院了后宣告不治。开那大卡车的都是要很早去码头排队装货，因为他说晚出门的话就少跑人家一趟，就少赚1000多块。代志发生伫27透早，住屏东的现场的查甫人为着要加走一撮货运，煞拄着死劫，互厝内人无法度相信。28透早，民代和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因为188管道大寮段的顶面就是88快速道路，阁有监视画面证明阿蒙土角就是为88快速道路的春桥旁施工所在落落来。我们都有经过一次，但是现在这个掉下来，这是我们那伸缩缝下面的盖板快掉了，或是盖板里面的话有缝隙掉下来，累积在那边。然后有一些是就是以前做伸缩缝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你们多久之前清的？我们之前的话清过的话是针对每个伸缩缝。多久之前清的？里长问最近一届清理春桥旁的石头的时间，公路局的人煞应袂出来。附近的居民表示，春桥旁的石头敢若长期无清理啊。这种卡青地啊，你看迄偌久啊？
伸缩盖损坏，所以造成落石落到这个桥墩，然后再由桥墩掉落到地面。那包含整个一个接水管的一个漏水的情形，我们刚刚也已经跟他澄清了。施工现场用应该围条咧，煞无法度阻止石头落落来。明代表示，已经要求公路局全面检视800快速道路的维护工程，包含定期定时的维护，针对石头无清的细节也需要改善，避免佫发生类似的事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赶快来看这条，赶快是这莫名其妙的损失。这宜兰国道5号的平原路段呢，有天片落落来，去击着骨碌台车。这受害的车主讲，损失大约是35万，交代有关心惊惊。警方也已经调监视器要来追查这天片来源，也依照道交条例开罚单。车驶在国道，雄雄听到砰一声，原来是弄到落伫路边的铁片。宜兰国道5号就巴平原段，真正发生铁片落伫路边，影响车通行的案件，受害车唔那一台。没办法闪，因为其实跟前面的车距虽然有，但是因为车速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大概都在90左右。我自己评估，如果我急踩刹车或要闪，其实都更危险。高小姐的车四个拢互铁片挂上的分者，部分的钣金也变形，错过车损35万。伊甲即马也是心惊惊，好佳在无情愿伤亡。因为线线磅空无开放大货车通过，国道5号发生物件落落去案件，无常常看到。警方指出，每年敢若3到4件，目前这个案件敢若一个受害车主报案，已经调监视器要找出落铁片的车，后续会照道交条例罚3000以上18000块以下。罚金。本案依 A3 事故相关规定受理，当日即送出 CCTV 及影像 ETC 通行资料调阅申请表，后续尚需时间核对及追查掉落物品的车辆。警方呼吁用路人在汇报爱确实照相关的规定，看护办白护案，防止落落去安若无致人死伤，会吊销或者是吊扣驾驶执照。警方也继续加强巡逻，针对汇报无稳固的车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这条同款是这交通问题，台中刷落的北市东路，有民众发现讲新画灯挖飘线拢画90度，这驾驶感觉讲要挖有困难，也惊恐检举。市政府表示讲，经过清查，有18单呢无照度施工，已经要求厂商赶紧改善。路会新设的红白标线，暗过车顶一道大大细细车拢总会对过标线，尤其是正滑的车佫较侪。当地人讲，新的标线都亲像是画假的共款。以前呢都从那个比较有弧度啊，现在比较直角的。我刚开始看起怪怪的，以前好像这里面的。台中沙拉建议上款附近北市东路最近进行道路改善工程，暗过实际画好标线了后。道路的空间佫较易，货车都爱直加转换，唔那开因为雷轮插底线，也可能有挨着风险。用路人拢讲没关系。回转半径会比较大，如果你遇到更大台，像公车那一种的更难钻啊。角度不要那么大，因为它有内轮差的问题啊。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就会很注意说不能压线，不能压线这样子，都是就是增加我们的一个负担的啦。市府指出，这路段是内政部国土署补助，为今年6月底开始进行改善工程，范围为定南路2段到东进一街，全长1700多公尺，其中为标线也进行到有18鱼，暗过有18鱼等滑弧度，厂商无照度来施工。已请监造单位全面巡检，今日将进场调整重绘，且加速画设绿色标线型人行道的部分，预计近日即可完成绘设完成。根据原本的施工图来看，列车部分是标线型进行道的范围，车道的等滑弧度较短弧，现场实际弯角半径明显是伤过细，造成民众困扰。市府除了要求厂商马上改善，也照契约规定检讨厂商加减做责任来扣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交通局宣布讲，9月13日会把这台北公馆圆环拆掉，也把这附近的公车地下道囤起来。今早起呢，民间团体、当地里长和附近的大学生代表，因是拢认为讲，市政府要用成本较低的漂线漂制来改善圆环的路线。那这工程一做落去，就会造成交通的黑暗期。不过这交工处是认为讲，这
漂丝啊，个漂线呢，做法效果真有限。要若这个工程做65天，就当甲圆环拆掉，吞地下道啊。就算毋是上下班高峰的时间，台北市公馆的圆环，那公车一班搁一班，汽车甲机车也真多。台北市府考虑公馆的圆环啊，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宣布要伫9月13甲圆环啊拆掉，搁甲公车地下道吞起来，引发民间团体甲附近学校、有里长的反弹。八市透早做会召开记者会。一旦填平，将会导致我们往返的时间增加1倍以上。我们希望蒋市府可以听取在地民意，把地下道填平的情况下，这些车流刚刚提到的每小时大概约300辆的车流回归到地面上，我不确定这样子的车流拥塞程度会严重成什么样的状况。过去台北市长蒋万安捌宣布，公馆圆环啊连续7年拢是台北市真高发生意外第1名。不过当地居民烦恼，废掉专用公车地下道会冲击交通。进上台北市府要召开公听会，但是附近的居民甲民间团体建议先试办调整号志甲标线。不过双方无达成共识，台北市府表示9月13会分2阶段拆掉公馆的圆环啊，甲公车地下道吞起来，按算65天内完工。标线的改善效果大约是5至12%，而正交处理的部分改善效果预估是63%，这部分都经过专家学者会议讨论来做过确认。目前台北市交工处回应会按照计划拆掉公馆的圆环啊，不过若真正甲伊拆掉，敢会互交通阁愈正力，也是会互交通事故减少，这有关爱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北检侦办超市进口卵的案件，查出讲这超市公司负责人涉嫌甲进口卵采购计数拨款权，甲这中央特产会诈领超过6000万。迄当时特产会专员吴俊达也互指控无老实验收等等的罪行。专案今仔日终结，有3个人互依照诈欺处财等罪嫌起诉。也那农业部前任也个现任部长陈吉仲、陈俊贵等5名官员，检方是查无不法签结。拍什么拍了？好烦啊，真的是。我澄清一下，既然你不想被拍的话。有什么好澄清的？捌互检方约谈镜头前大声呛声，伊是真武桥成立的超市公司也出菜港风波。这案经过检方调查，查出幕后主导者是伊的查某囝吴如辉，伫国内欠卵期间买进口卵，涉嫌官报计数向中央特产会请款，趁超过6085万，2个人拢互北检起诉。依刑法诈欺取财罪、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洗钱罪等，依法提起公诉。检方发现吴如辉一个人假做几类个人，身兼日方代理商、台湾进口商加超市公司的代表，互人控告以一条龙的方式购买进口卵，各找各种的名目有关汇款费用，互检方具体求刑2年。不过特产会无落实管控，甚至有人协助处理。专员要不要澄清一下？同款互人起诉，也互当时担任特产会专员的吴俊达，涉嫌配合吴如辉假报仓储延误费用、汇款手续费，成功对价请款，连鸡卵来台了后都无亲身到场验收。专案一大争议，也有超市设立前，哪会当甲特产会提早签约，互外界质疑道理。农业部的前现任部长陈吉仲、陈俊贵等人伫侦查阶段，原来互人约谈到案，不过检方清查金流无发现各样，国家特产会当时并毋是干甲超市签约这理由查无不法签结。不过今年3月，农业部甲前特务市长张经纬颠倒先互监察院弹劾。公务体系给他的资源真的是太少了，这么少的人经手这么庞大的这个标案，然后做这么多的事情，但问题是这里面确实有疏失。也有一些疏漏之处，因为我们当然都尊重了，对啊。那是专案其他被告，前特产会执行长陈仲兴、前家禽所长景英泰等5人，因为罪嫌不足无起诉。记者采访报道。在今年的2月到3月之间，有海客集团对国内各间大型的医疗机构、学校也有企业进行攻击。检调调查了后，竟然是台湾人交给中国人，摕到这个资了后，搁再转卖出去。目前有抓到2个台湾人，也那其他共犯的拢无伫咧台湾，会甲因发布通知。调查官伫嫌犯大所在查扣电脑设备，有国内外民众告知，检调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为者买来。
主称是 Crazy Hunter 海客集团，捌伫暗网被马街病院朋友告知，去年2月到3月之间，入侵马街中期等亲戚间国内医疗机构，就连亚洲大厦甲有名企业也受害。海客卡油无成功，就做无本生意，未告主来趁钱。犯事成员为赵姓路人及刘姓、郑姓2名国人，在扣案电脑中查获数万笔内含大批国内外各资之档案。以及与 Crazy Hunter 集团交易基证。检调发现有2个个人联手重职人士用价值上百万加币货币，甲海客集团达成交易，非法摕到购资，转被其他犯罪集团。即摆被抓2个个人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等罪嫌，获申了3万交保。中国涉嫌对华人士甲海客集团重职成员拢无伫境内，会发布通知。基本的防护，我觉得大家目前都有导入，但是你要更深层一点，或是针对于一些新形态的这种骇客型的入侵，或者是刚才讲到这种 zero day 的这种攻击，事实上，我觉得目前国内的防护可以再增强一点。国内无论公司部门拢陆续遭到骇客攻击，调查局事件各单位爱密切合作，关键建立或者加入治安联防体系，抵抗治安威胁。专家点出，各单位的治安防护拢爱阁升级，伫触发这种的犯罪应该加大力头，唔能爱淡化骇客，也免将违法的人轻轻放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拍算要引进智能机器狗，不过机关表示讲，这个机器狗是中国制造的，可能会把资料传到中国，而且使用这机器狗也已经违反到资通安全法啦。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这只机器狗的资讯安全有经过厂商验证，也无连上网络的功能，未来会请第三方的机构来检验，确定完全无问题，才有可能推动。台北市政府引进智能机器狗，希望用伫人行道做未来道路维护的参考。这个代志嘛引起讨论。有机关指出，这个机器狗毋但是中国杭州宇宙科技公司制造的，而且5月这间公司都互美国质疑，可能会把资料传给中国。有机关就指出，使用机器狗已经违反资通安全法，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所说的这个大陆厂商要核定之后，才能够去采购。那如果没有它如果是这个经过经济部、投审部认为它是具敏感性或国安含资安疑虑的范畴，就不得采购。机关嘛批评，这只机器狗要参与中国的军演，但是未来真正用伫台北市，甲街仔路的资料回传，可能会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台北市府回应，这只机器狗的资讯安全有经过厂商的检验，无连接网络的功能，未来会请第三方的机构来检验。环境资讯的收集部分，我们也不经由它，是由我们背负的台湾自行开发运用的环境照相机来做取得。所以说，并不会有数据传输的问题啊。那有关治安的这一块，我们会再做审酌。针对市府之前宣布会伫9月，互机器狗伫中山区试验，市府表示，目前还未通过核准的程序，会针对大家提出来的疑虑，搁再讨论，确定无问题了后，才有可能上路。记者桂宗林、郑俊佑台北报道。通促党张安乐的后生张伟涉嫌侵占华夏大地旅行社的资产超过1300万，互依照劫富侵占罪判刑1年。不过台北地检署通知伊入监的时阵，说互选举14发布通知。调查局怀疑讲，这张伟已经走去香港，今仔日家咧做外逃通缉犯名单，检举奖金上悬有25万。张伟去互指控讲，含伊的牵手呢侵占经营的华夏大地旅行社1389万的资产，而且在报造假，互判刑1年确定。不过无入去封关，这50万的保证金也不收。调查局就怀疑讲，去年11月21日偷走去到香港啊，若准民众提供线索，会当甲人掠倒转来，就当领到这检举奖金25万。伫咧台北艋舺有一间幼稚园传出着苦毒囡仔事件，受害囡仔有20个，园方搁再威胁家长讲，若准备调监视器，囡仔就要退学。这4个家长拜日开记者会，指控台北市教育局暗号幼稚园，唔互这幼稚园关起来，会当互因继续开，而且呢，这涉案老师呢，搁会当伫咧幼稚园相关的补习班继续做老师。还半夜还会午夜梦回做噩梦，说老师不要打我，妈妈，我们为人父母的心真的非常痛。
家长受到家己的囡仔伫幼稚园受到伤害，哭甲真大声，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囡仔去互老师扇喙皮。发生代志是伫台北市万华区的一间幼稚园。今年3月初，有家长发现囡仔的身躯有侪位的乌青，囡仔投讲老师会甲伊拍，受到苦毒的囡仔有20几位。3月中，老师佮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器的画面，佮说互学校威胁，讲要看监视器的画面，就需要退学。我们把这件事跟教育局说，教育局说无法可管，只能让我们寻求消保官的方式去走消费争议的这一块。代志发生了后，台北市教育局回应讲，已经调查幼稚园拢总40个上课日，差不多是320点钟的监视器画面。针对违法的部分，专案拢总裁罚973900块，严格处分。第一时间保存工作记录器、影像等证据，并以最快速方式完成调查，认定李姓助理教保员不当对待幼儿行为属实。但是今年4月，佮互家长发现，事后幼稚园佮甲监视器拆掉，一个苦毒囡仔的老师离开幼稚园了后，佮去因幼稚园楼顶开的补习班做老师，家长就惊囡仔安全无法度受到保障。教育部回应讲，佮会请台北市进一步做处理。有关于台北市这个案件的部分，我们会先请了解台北市到底哪个部分是还没有做一个调查处理的，包括刚才的监视画面的一个部分，那哪些东西是还没有做裁处的？那另外就是对于已经被予消极管制的人员，为何还进到幼儿园来做一个从事教保服务的工作？这件事情也必须要请台北市做一个处理。教育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调查，也要求台北市政府积极去保障儿童的安全，莫互囡仔伫无安全的环境大汉。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也是有真侪人听小囡仔，这台南生态病院有一个早产的查甫婴仔，因为喘气有问题，就爱转移去到台北的南口中间。也因为这婴仔吵讲，家长烦恼讲，这救护车撇来撇去，会害这降落去，就伫咧网络顶头铺文情形，讲互大家听，也希望大家来小谅。民众是真热心，将这个资讯传开，各道警察有看到，也考虑到讲，这上班时间车会较济，就主动协助，落尾呢，这婴仔也顺利送到南口中间。各道警察车入的一透早，一个前一个后，帮助救护车来开道，因为车顶载小命小平安的早产查某红婴仔，对台南要转移到南口中间。这查某红婴仔是专程插讲，而且车程需要3点钟。红婴仔的妈妈伫27伫社群平台请托，希望这个期间使各道1号的驾驶会当让防止救护车因为变换车道，增加呼吸管落落去的风险。警方知影了，主动协助。车有当下会较济啦，对不对？阿阮的管制一个。对，我只是想说提醒用路人呢，我没有想说要就是造成大家的，对，不好意思。救护车9点外对台南生态病院出发，经过路口的时阵，对向车是主动停让，各道警察车嘛单鼻仔对咧后壁，各道顶悬各道警分队的红色灰条马为了争取关键治疗时机，一路接力替伊开路，路程缩短到2点钟40分，中到12点半进前查某红婴仔就到啊。那本局考量上班时刻多处车流拥塞，及行驶途中不必要的风险，由沿线各大队接力协助救护车。并于12时23分安全抵达林口长庚医院。宝宝已经顺利的抵达我们医院，那我们也将宝宝安顿好在我们的加护病房里面。根据了解，查某红婴仔是7月初3对家己代啉注射，转移到台南生态，后壁佫因为呼吸的问题，2月早起佫一摆转移到南口的中间。家长发文感谢各界的关心，互转移的过程平安完成。中间这边表示讲，查某红婴仔入去加护病房了后，目前性命的定相拢真稳定，马上都会尽科学精神，甲红婴仔照顾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美工记忆体后里抢，今下晡发生一站不明双气液气体泄漏的情形，有4个工作人员闻到了后就开始吐啊。也让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讲，下晡3点25分接到报案了后，随出动7台消防车，18名的消防人员去抢救，有4个员工互这救护车载到病院，也有8人是自动去到病院。也让警消人员初步判断是废气液体泄漏出去。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讲，今下晡4点29分的时阵，这双线气体泄漏情形已经互抢救
人员甲拍起来啊。目前消防人员有现场继续伫咧监控。这民众闻到了后，就开始无爽快，送病院有12个人，意识拢真清楚。那中科管理局表示讲，已经要求停工，而且派人去到现场进行劳动检查。那准有违反到这案法的部分，相关会当罚到30万。来看到这协和电厂的改建案，2月底环评审查通过。不过环保团体伫咧审查进程的前一天呢，讲这电厂内面的土壤污染甲真严重，应该爱先整理，却无予采用。想袂到过半年后呢，这嘉南市政府公布协和电厂是污染控制场址，依法完成整治进程呢，这土地袂当利用。环保团体伫协和电厂改建案环评前一日，指出厂区内底土污染应该停止审查。不过，近日环评大会还阁伫争议当中通过审查。半年了，嘉南市政府伫日前发函环境部指出确实有污染，将协和电厂差不多45公顷面积公告做土污控制场址甲土污管制区。会在一些中央的协助之下，共同的来要求台电要针对污染的一些区域，要来做尽快的整治跟恢复。这摆市府进场采样，初步发现废水处厂区当金属镉是管制标准7.5倍，灰尘区镉达到1.8倍。1号发电机组区土壤的总石油、碳氢化合物，佫是标准的42.5倍。被公告做控制场址，也是佫较严重的整治场址，还佫进一步调查。那我们会依据这些所掌握的资料，来逐项的来逐区的来进行改善，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来改善完成之后，才会争取后续的开发利用。伫完成整治进程，土地免利用免付实际开发经费，在地团体到嘉南市政府烦恼环境部，会引用土污法规定护航到底。如果环境部这个时候恬不知耻，用17条来为台电开后门，这件事情，所有的基隆人都会到环境部去抗议。不过环境部强调绝对袂，因为它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排除进去做利用，但是我们不会轻易的启动这一条。会不会环境部去启动第17条？无啦，无可能。环境部完成行政调查，指出台电照环评规定采样无超标，不过确实无主动提供自主调查结果，甚至欠下暗砍交由司法调查。另外，佮表示，环评委员会审查时阵已经接下污染的资讯，这摆公告被影响环评通过结论。另外，台电伫结果进程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用这种 AI 音乐软体，讲是限时间免费使用，想无讲吼，该安装了后，却去封口6900外块。消保官表示讲，业者无明确的资讯来提供，可能违反到这消保法。所以因为这是境外软体，想要把这钱讨回来，可能是不遐简单啊。手机小点者真轻松，就会当下载 App。不过，这阵网络发生灾情，有消费者看到优惠的消息，一款本来爱万外的 AI 音乐软体，限时特价免费，一步一步下载了后，选 App 内底免钱的选项，无想到跳出路卡通知，才互人发现路6990块。因为以前都一路这样操作都不会有问题，然后我就按2下付款了，然后就中招了。中招之后。就开启我一路的这个申诉啊追讨，这个很明确的就是诱骗。点开软体评论页，未少消费者有拄到类似的状况。原来准讲消费者选免费的选项，跳出来的付钱通知也是会显示一届收6000外。消费者若是无注意，就完成入卡。不过消保官嘛警告，可能已经违反消保法。一刚开始以为是0元，那扣款的时候也以为是0元，就没有特别注意到扣款是6990，于是就按了订阅。然后就产生了扣款，这样子当然是违反那个没有清楚明确告知那个消费资讯的这一点。根据台北市消保处统计，今年1月至8月，类似的手机App 付款争议都有10件以上，不少人拄啊开始是免费试用的 App， 向开始扣钱。之前就是有用过记账软体，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要收钱，但就已经被扣了，就算了。大部分是那种辅助程式会直接删掉，因为觉得说你骗了我啊。一开始是免费的，怎么突然变要钱的？消保官嘛提醒，未少停息的开发商拢伫境外，扣钱了后，要搁讨倒转来机会少。各位停息进前，一定爱甲相关的条款但书拢看清楚，防止赔了钱。记者采访报道。
后礼拜六就是中原啊，这屏东恒春的四姑病今仔日进行徛灯果仪式，徛灯果是要做啥物呢？咱做回来了解。高举起了。吊车运用咱将竹架扭悬起来，准备要来进行徛灯果仪式。这支竹架总长26公尺，是主办单位真无简单去高雄山区找到，一路派交通管制再登来恒春的。2025年的恒春四姑病活动安算31正式起果，主办单位2月早起先来徛灯果。公所表示，这个灯果就亲像是基地台，也是贴吧同款。采起了后，附近的好兄弟啊看到，就会知影这有穿好了的要款太紧。灯果愈悬，呼救的范围愈宽，祈求好兄弟啊必救今年的活动顺顺实施。这是从哪里？高雄来的啊？拉马夏，就拉马夏有。今年的四姑病比赛，拢总有17队报名参加。公所讲，因为核三枪停跑，和今年的活动补助金对原地250万减价剩50万。加在有关府甲这单位的斗小天，将这个差价补起来，或者对清朝流传甲当的活动会当闹闹热热办落去。尤其今年是恒春建成150周年，意义特别无同。把这个百年传承哦，继续延迟下去，然后呢，还是刚才讲的这个敬鬼神的意涵呢，包括在里面，然后祈求恒春所有的乡亲呢都能够平安。公所表示，四姑病比赛是伫9月初6中元节正日迄天来办，不过对31起，恒春遮都有一系列的活动，欢迎民众到店来感受这个有1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文化。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兆阳屏东采访报道。南投举办总铺赛培训课程，55点钟的培训协助已经摕到行大底进前民众进一步学习原住民文化料理。学员照老师的指导，把鸡仔切薄薄放伫盘啊，互料理看起来水果好食。南投县政府对5年前开始推动行大底标章认证，辅导原住民族餐饮业者摕到认证。不过面对市场需求多元化，进一步办理原住民食食办到总铺赛养成班，专业度还有我们的创意料理都有提升，也期许成立烤大猪合作社的部分能够更好。他们有接到的活动，由我们这些有上过课的职人、有认证过的职人来去做处理，对一些消费者的权利也会比较有帮助。官府表示，除了推撒行大底标章认证，目前嘛已经辅导成立合作社，或者行大底师傅有机会接触全国甚至外县市的工课。亲像今年国庆宴会伫南投办，官府就请因去办到，若要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嘛是一个推广的好机会。融合着因的材料做，这较是重点，无因单单行底尔。我们南投县内的各项大型的活动，我们都先邀请我们认证过或者合作社的一个业者，同处做结合。南投县府讲，未来嘛按算伫南投地区文化园区设立行地餐厅，同款由南投县行大地合作社来负责，互全国游客拢会当食到有水准的原住民行大地料理。记者辛欣琪南投报道。最近有出版社一写着出4本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这内面的这主角拢是用台湾本土的动物。不过，这个绘本的字呢有较侪，希望透过故事来帮助囡仔对看绘本渐渐行到看小说的过程。妈妈行去洞口影一个，讲也袂，日头搁伫山沟底比小吹。扫音档地当听到台语绘本，咱的厝边伫倒位的故事。这是周宝明和张玉文2位国校的台语老师所出的台语绘本，拢总有4本册，是以台湾的本土动物做主题，有包括拉里、长尾山牛、河流和台湾咖喱山顶的故事。阮咧出册时候想讲要甲在地做结合，所以阮就有用在地动物，比如讲我这本就是迄个拉里。一本就是河流，宝明老师另外2本的有讲到迄个咖喱山有足侪动物的啊，佮另外一本是长尾山牛。2位老师讲，这4本册是要做互国校中高年级的学生看的叫牛册，字数会比绘本搁较侪，拢总有1200字的台文字，希望透过故事帮助囡仔对看绘本过渡到读小说的过程，会当愈来愈顺遂。阮这个定义这交流册是讲，伊就是要过渡去到专文字的册，这个交流册会比图册的字较侪，
度较少，安尼互较悬年级的囡仔来看。这系列的绘本嘛，特别邀请台基家庭的家长陈立璇和美术老师王佑基来画图。将系列的绘本团队打算明年进前搁推出来6本，希望未来通用伫咧台基课。记者李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过这新闻，伫咧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一间天主教学校，才开学第3天就发生枪案，造成枪手在内3人死亡，17人受伤。这联邦调查局也甲案件认定是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和受训犯罪。学生家长兴公公赶到现场找囡仔，也活掉的人惊甲紧甲亲人相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这间天主教学校，27举行弥撒时阵，去拄到枪击，造成2个分别是8岁甲10岁囡仔死亡，17个人受伤。凶手尾仔伫教堂后壁自杀死亡。When I heard it again, I just ran under the pew, and then I covered my head. My friend Victor saved me though, because he laid on top of me, but he got hit. 17个受伤的人包括3个老人，其他拢是6岁至15岁学生，无性命危险。警方讲凶手叫罗宾·韦斯曼，23岁，无前科，家己讲是跨性别者。伊所使用的步枪、线遮枪甲底枪拢合法购买。Shooting through the windows, he struck children and worshippers that were inside the building. The shooter was armed with a rifle, a shotgun, and a pistol. The sheer cruelty and cowardice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伊设定犯案的时阵，同步伫 YouTube 发布一段宣言影片，即卖已经互执法单位录落来。影片内容包括伊持有的枪、弹药，还有各种宗教、种族相关的辱骂文字，包括台川普甲重大枪击犯的名，还有一本手写的笔记，讲讨厌家己，加想要自杀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已经甲这件震惊全国的枪击事件，认定是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甲受训犯罪。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白宫甲公家机关降半旗致哀，迄暗附近的居民也进行烛光酒暝，为死伤者祈福。路透社报道，这已经是今年全美国第146件中小学校园枪击案。校园安全甲枪害管制的老问题，又搁成做全国注意的焦点。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德国内阁27通过草案，加强调拨资源役的日头，才有可能会重新启动义务役的征兵制，目标就是把18万名的军力增加到26万人。不过呢，德国社会各界拢有无同看法。为强化热切乌克兰战争以来欧洲的地缘政治情势，甲美国川普政府对北约组织欧洲会员国大大提升国防武力的要求。德国除了继续增加国防预算，联合内阁也通过草案，准备强化招募志愿役人员，加入联邦国防军。Deutschland ist aufgrund seiner Größe und seiner wirtschaftlichen Stärke das Land, das in der NATO auf europäischer Seite die stärkste konventionelle Armee haben muss. 新的做法包含针对满18岁德国公民，无分男女，拢会接到政府招募志愿役的电子问卷，男性爱完成回答，女性温准选择性回答。德国政府统计显示，2025年顶半年招募志愿役的状况比以前增加。目前现役的军职人数差不多18万3000人。未来除了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要伫2029年达到3.5%。另外，陆海空军的现役兵力要增加到76万人以上。Wir brauchen nicht nur eine gut ausgerüstete Truppe, da sind wir in vollem Lauf. Dafür sorgen wir seit 2,5 Jahren und hören nicht auf. Wir brauchen aber eben auch eine personell stark aufgestellte Bundeswehr. Erst dann ist Abschreckung als Ganzes auch wirklich glaubhaft gegenüber Russland. 德国伫2011年伫前总理梅克尔任内废除义务役征兵制，改造全部兵制。根据上届内阁决议草案，暂时无考虑重新启动征兵制。Dass es aber langfristig angelegt werden muss und nachhaltig sein muss und dass es darum geht, gleichzeitig den Mindset in der Gesellschaft, gerade auch bei jungen Männern und Frauen, zu verändern und für Verantwortung für diesen Dienst am Land zu werben.
外电报道指出，南部兵进行武装有期，军方阁需要更较侪人力，不排除恢复征兵制。总理梅尔兹所属的保守派基民党联盟，因为爱授权政府随时延长启征兵制，免得甲国会通过。按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亚斯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用来主张维持全部兵制，用改善待遇来吸引更较侪人来做兵。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南韩通过一项禁令，就是规定学生伫上课时阵，袂当用手机或者是智慧型装置，按算明年3月要来施行。不过有学生质疑讲，这条禁令无一定会当解决见手机的问题。伫要开学啊，学生囡仔伫课堂，大家手机一直耍的经常，为明年3月开始就会禁止。 반대 30일은 기권 17인으로서 초중등교육법 일부 개정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根据这个法，学生上课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机啊、智慧手表啊、平板电脑，也甲笔记型电脑，这有通讯功能的智慧型装置。手机禁令是行的算甲会严，有愈来愈侪研究指出，手机啊算调的，这学生囡仔大脑发育甲情绪成长歹处真侪。不过法案嘛有设置的例外情形，若是学生囡仔因为身心障碍，还是特殊教育需求，还是因为教育的目的紧急状况，经过校长甲教师同意，会当伫课堂内使用相关设备。南韩人口5100万，政府调查发现，2024年有1/4对手机啊上过头使用，10岁至19岁青少年比例加一倍，差不多43%，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南韩毋是头一个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手机啊管制的国家，芬兰甲法国已经有针对小学也是特定年级实施类似的措施。意大利、荷兰甲中国是将禁令扩大到各级学校。 上早实施青少年社群媒体限制的澳洲，这阵嘛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范围。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